无伫你啊！等下啊，等人是走倒去啦。啊，转来，转来。妈妈。阿母啊，啊你要带家辉出去，你无留一2条互我下班转来找无伊是偌烦恼，你敢知？哎，你甲我读的哦。嘿，你还感谢我呢？迄好佳哉我呢？我伫公园撞到伊，你敢知？互一个老不手老弟哥险险要带去空厝，去互安怎？你知毋知啊？空空，你去敢大细声？大伟，妈哪甲你讲？哈，拄着青云人，袂使甲人讲话，袂使甲人出去，你是要听无？阿公毋是青云人，伊是住咱家隔壁尔。要隔壁？我阿公，你看安怎，我是安怎？哈，甲你讲啊几落摆啊？我青云人袂使带伊出去。念线就好啊啦，哎，你若爱哭啊，搁你念，啊转来就好啊啦。高原骹手洗洗啦，你身躯垃圾哩咯。紧起来。听讲袂听。啥？妈，阿关啊，你囡仔是安怎带到胖给你啦？啊，伫当时咧放进去，啊，就加位啊，咧走公园仔去，啊，拄着迄个青云啊，甲人咧讲话安尼啦，伊是好佳哉拄着阿母哦吼，阿母甲带倒转来啊。哦，啊你报纸是无咧看哦，迄逐工胖给囡仔，也是囡仔去用管遐尔济，啊你无较注意咧，这吼有一道有两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总共一个这囡仔无老爸袂用你啦，我可以带来甲我大，哼。家辉啊，家辉啊，紧出来者！爸爸。家辉来，爸爸甲你讲，你哦搬来甲爸爸住，行。我不爱啦，爸爸，你搬转来住好无？囡仔人莫讲啊济啦，行啦，甲爸爸住。不爱啦。你甲我动呢？啊，你是无听到伊遐大声讲不爱你？家辉啊，敢讲你无咧爱爸爸哟？有啊，我最爱爸爸，也毋过我无爱恁兜迄个狐狸精。无啊，你囡仔人啥人教你安尼讲的？我教的啦，安怎啦？你，唉，阿关，你看嘛，这囡仔今晚来互你教歹啦。哎，你会知呢，迄囡仔是我的呢。你的，我若唔甲你离婚，我看囡仔是你也是我哼，阿关啊，讲啊你吼，啊，就该切切离离的就好啊，当安尼高高低。我敢若唔咧，我敢若唔离咧。我跟你讲，伊等下随转来。免学啊，免笑啊啦。等你的物件我袂甲你夹啊。啊，搁再讲，你内底嘛无物件。嘿哦，迄是头壳掉咧身躯的，啊若无吼，连头壳出拍无去。哎，食饭啊！哎，家玉，食饭唔做伙来食饭，你是咧看啥啦？啊？无啦，爸去佚佗，哪会遐尔晚还袂转来？哎哟，8点外了，奇怪。哎，家玉，爸安尼吼，啊唔捌来过咱遮吼，啊即摆初初拄好搬来，敢会讲找无路人转来？啊？无可能呢，啊等伊甲对面迄个查囡仔去公园佚佗，公园就伫咱兜附近啊尔，哪有可能讲找无路通转来咧？是讲哪有可能讲算啊遮晏着？啊有影，家玉，爸敢会敢会用去想着吼，啊从啊走恁小弟家宝遐，万世哦。就准讲伊去家宝厝诶，家宝嘛会敲电话甲我讲伊伫遐。哪有可能讲到即摆袂转来？无得卡吼，伊算算诶，全算甲袂记啊，走去对面迄个查囡仔因兜去坐去，无来因兜甲找者。万世哦，你也看觅，你也看觅。唉，真正吼，互我约甲准啦。啊，爸安尼吼，带庄脚带管事啊，雄雄搬来吼，啊，代志有够济啦。来啊！阿嬷，开就好啊。好，你开，啊是谁啊？好，是我啦。阿姨。妹妹，下晡你毋是甲一个阿公仔咧佚佗？对啊。阿公咧，阿公你已经转来，阿公哪拢无转来咧？啊，
公，你讲迄个啦？哦，迄个哦，你啥个哦？迄落你送是阮爸爸啦。今仔日吼头一摆来台北啦，今仔日才住阮兜，所以我阁袂赴甲你介绍咧。哦，安尼哦。你敢有看到伊？有啦，拄好有伫公园等着，过来，毋知啊。伊无讲伊要去倒哦。毋知。哦，别骂啦，别骂，骂。就是讲伊是去甲阿公去上。哇，啥代志啊？都吼，拄则伫公园的时阵啊，我隔壁迄阿公啊，伫公园耍啊，阿嬷吼就当做伊是歹人，要甲我拐走，就甲气走。我知。加油啊！歹势啦！无安尼啦，我替你来找啦吼。免，我家己来找着，恁倒找恁倒。加油！老总，安怎？派出所打电话来厝的啦，讲什么爸爸吼，即摆人伫派出所啦。紧来找伊啊！紧来派出所。拄则哦，你若去派出所，我无爱去，即摆家己去报道。迄真正有够衰啦！迄撞到迄小查某吼，我气一个，害我安尼真正我这个乌白撞啦，撞到尾啊，我拄好就去派出所，说歹势个，互恁两个去甲我领转来，敢若狗仔去拍无共款。较细声诶，大家白面拢厝边倒对面的人会听到呢。我哩惊伊听到。小查某影实在咧，我毋捌看过，这小。阿公你倒来啊！哎呦，早伊呢？我倒来啦。是毋知影？我呢互恁迄阿嬷吼，气一个，我就来我这个乌白撞，撞就来洗，撞了忝吼，就来去派出所，叫因两个去甲我领倒来。阿公，你甲我骗对无？你行的时阵，我一直甲你话讲，你行唔对路啊！你讲无睬我，一直惊你会安尼。毋是啊，我就互迄个小查某吼甲我气。小查某。阿伟啊，中啊，你歹困。阿公，再见啊！有影真正哦，我毋捌看迄款的小查某。好啊啦，爸。遐暗啊，恁大声细声，厝边隔壁拢恁吵着。毋是啊，出来你有看，我甲我认啦。哦，你著查甫人，莫甲一查人安尼计较。你讲吼，我要什么老牛要食幼瓜笋，讲我要吼要带因这个孙仔去什么迄空厝，什么要去什么便所，看伊款的话也吐会出来啦。好啊，爸，明仔再搁讲，转来休困。来，小查某，来，入来休困。这真正哦，爱练老啦。摸一个盆景尔，摸到片袂走，佫腰只骨也要酸死。讲正经，住伫台北哪有好啦？讲到这少年的，规厝的吼，拢安尼，也无一个绿色，也无花，也无树啊安尼啦。住了真袂习惯。无来买一个盆景吼，我安尼有当时嘛做月娘加减钱。对，我来买一个菜籽来压菜来种菜。老不休，小查某你小查，你是客啥嘛？你客啥嘛哈？你是甲我下啥？我看大盆景较重哦，袂晓让我伤过哦。迄是咧活动。我甲你讲，你看我挂便当，我看这个你无看着啊？挂便当？你挂便当要怎啊？哈？我挂便当要转来，互阮查某孙仔食呢。你少查某真正，你买便当要互你查某孙仔食？你做人什么阿嬷哈？你袂晓到厝煮饭，互你查某孙仔食？哈？买便当，迄外口买敢有卫生？你看做无大款的代志，阁不止遐济安怎吼？我要煮饭，互阮查某孙仔食，也是要买便当，互阮查某孙仔食，迄是我的自由了，都爱你家来甲我替你先念知，收起莫乱发。你搁甲我包？这个人是带军到七段了。七段？我看人甲你摔一个吼，你规身躯变七段啦！你甲闪无？你互我过啊！你若无，你试看无我你讲。要闪啥？你这个啥啦？你甲我替哦。小查某，我插。哥，你
小弟公就够衰够衰，你透早就等着这种，我今仔规工哦，绝对诸事都不顺。哼！哎呦喂呀！